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 M+ 嘅優仔工房之世界盃系列。今晚正式咧就會世界盃16強開打㗎啦。由於新賽制啦，之前就分組賽之後就會有32強啦。32強當中咧，亦都確實有啲球隊咧嗰個實力係一般，但係亦都有啲咧就球隊咧就喜出望外啊，包括就係佛得角。打到呢刻啦，大家各有心水。即係有啲嘅心愛嘅球隊就仲係喺16強啦，有啲就出咗局啦，有啲失望啦。但係我自己小弟喺開波前咧預計嘅即係熱門嘅捧標嘅奪標嘅球隊法國隊咧，我自己覺得啦，或者唔知你哋同唔同意啦，係最對版嘅一隊。法國隊就今晚會對巴拉圭，夜少少嗰場啦，深夜嗰場啦。法國隊其實3場嘅分組賽加埋咧就32強嘅賽事啦，4場贏晒，3場入3球，有1場入4球，都幾誇張。同埋感覺上咧，法國隊都仲未係出全力，呢個係重點。至於咧今場波對手巴拉圭咧，其實就即係嚟到16強都真係好犀利㗎啦。佢哋球隊方面咧都一如以往都係以防守為主啦，希望成場波咧靠一兩下啦，前面嘅安斯數去偷唔偷到啦。但係呢場波應該難㗎啦，法國隊真係有好多兵器啊，三線亦都係好平均，簡單嚟講齊料。所以預計即係呢場波都法國隊應該都會好輕鬆淘汰巴拉圭。想同大家講一講加拿大對住摩洛哥呢一場16強嘅賽事。加拿大其實次名出線啦，就喺32強淘汰南非啦，小弟都有評述呢一場波。嗰場波咧亦都反映到咧加拿大其實拼到盡㗎啦。鬥志好好嘅，好整體嘅，分工清楚。球員喺整體個合作配合都唔錯，但係質素就真係好一般。喺32強加拿大對住南非其實好悶嘅。最後就把握到一次機會啦，即係南非嘅防中嘅莫高拿就走甩咗咧，就由斯達基奧臨完場前補時就即係幫加拿大入波晉級啦。但係嗰場波成場波嘅戰況其實係好五波嘅，一人一段。南非實力其實都唔係好強啫嘛，都反映到咧加拿大嚟到呢一刻咧，都可以話算係咁㗎啦，質素亦都見盡。另外就傷愈復出嘅大將啦，阿方素戴維斯都幾明顯嗰個傷愈之後個狀態麻麻地。預計今場波都有機會會踢，因為一場嘅賽事啊，始終淘汰賽，但係就好難寄予厚望，始終就唔係好 fit。對手摩洛哥 fit 㗎班波，喺32強淘汰荷蘭咧，其實嗰場波摩洛哥係好主動嘅，嗰個進攻嘅能力啊，範數都好強，兩邊又得啊，中鋒又得。特別係就係陣中一啲嘅球星啦，巴謙迪亞斯啦，另外佢哋右閘隊長夏基美當翼咁打嘅，經常去到好前，甚至乎去到中鋒位嘅。呢個亦都係咧摩洛哥一個比較特別，同埋都係一個幾重心嚟嘅。夏基美嗰個上嚟助攻啦，另外有即係英超揾開食嘅伊沙迪奧普啊，加上咧喺分組賽場場都有波入嘅沙巴利，大家留意呢位摩洛哥嘅前鋒，腳風好順，當 fit 㗎。呢位 PSV 諾芬嘅前鋒沙巴利都肯定來季咧會加盟拜仁慕尼黑㗎啦，係有料嘅。所以摩洛哥整體三線係實力係幾平均，未去到話粒粒皆星，但係陣中確實有唔少獨當一面嘅球員，加上咧就呢支球隊好整體，亦都好戰術性。所以咧今屆世界盃咧真係要留意摩洛哥。所以呢一場波啦，今晚16強嘅頭場啦，摩洛哥我有信心亦都能夠咧喺法定時間之內咧淘汰東道主之一嘅加拿大晉級。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安博體育傳媒之優仔工房世界盃系列，下次再傾過，拜拜。